今日我哋嚟講一種超親民但係又靚嘅寶石——石榴石 garnet。石榴石係一個大嘅家族，當中包括好多品種，顏色由深紅、酒紅、橙紅到紫紅都有。先講石榴石，佢大多數都係深紅色，成日俾人攞嚟當紅寶石嘅平替。佢呢個紅色睇落去非常之顯白，適合各種膚色佩戴。佢嘅硬度有6.5至7.5，夠日常佩戴，唔會容易刮花。佢嘅功能更加吸引，聲稱可以補血氣、提升自信、增強行動力、促進愛情能量。女人佩戴特別好，帶旺個人氣場，聲稱女人石。石榴石家族仲有其他更高級嘅寶石，包括美女石榴石、紫牙烏同埋芬達石。美女石榴石顏色偏酒紅，適合低調奢華嘅你，功能包括穩定情緒同埋強化意志力。芬達石係橙紅色，叫做活力之石，聲稱可以增強創造力、激發活力，適合啱啱想轉運或者轉工嘅你。紫牙烏係紫紅色，最有女人味，功能包括治癒情緒、吸引愛情。對比起石榴石，頭先講嘅美女石榴石、芬達石同埋紫牙烏嘅價錢會相對地高啲。如果講要紅色同埋性價比，石榴石就最適合啦。其他品種就要睇你個人風格、預算同埋需求啦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